有唔少朋友咧就開始都退休㗎啦。咁退休嘅時候就會問到退休嘅時候究竟係咪值得咧放錢落去退休金裏面啊？咁每一個政策咧都會有佢嘅好處同埋佢嘅唔好處。咁澳洲咧就政府為咗咧吸引多啲朋友咧放錢落去退休金咧，喺過去幾年嚟講咧就絕對係咧將多啲好處咧放入去退休金計劃裏面。今日咧我就同大家咧略略講幾個好處，希望咧大家咧可以咧得到一啲嘅小知識啦。咁澳洲嘅退休金咧，其實早喺咧呢個90年代咧就已經係強制性推行㗎啦。咁亦都係因為我哋咁早推行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喺呢個亞太區裏面咧嘅退休金計劃嘅無論係法例無論係稅務方面咧，都係相當之完善㗎。咁而退休金咧最大嘅好處咧，就係佢嘅稅咧相當之低。咁有唔少朋友講就係話我要乜嘢費用，我要咩費用，個成本好似好高。但係咧，我成日同朋友講就係話喺澳洲投資咧最大嘅費用咧就係稅。咁而澳洲嘅退休金咧就係其中一種方式可以俾大家咧慳翻啲稅㗎。舉個例子嚟講，就係話如果大家係繼續工作，你放錢落去退休金嘅話咧，大家嘅收入咧淨係要扣除咧15%嘅稅。而如果係資產增值嘅話咧，大家手持嘅投資，如果係超過1年又有資產增值咧，個稅咧只係減到10%。而喺上個財政年度咧，現在嘅執政政府咧更加係推出一個新條例，就令到咧60歲或以上嘅退休人士咧可以免費咧攞錢出嚟退休金。咁有咗以上嘅優惠之後咧，大家咧就可以放心咧放多啲錢咧入去退休金裏面管理。咁而最後一點咧，我亦都係希望提醒下大家嘅，就係話退休金咧就未必一定咧淨係要放錢落去基金裏面㗎。其實咧現在咧喺澳洲退休金係非常之自由，你可以放股票啦、物業啦，甚至係古董咧，亦都可以咧作為一個投資項目㗎喎。